哇，像吃粉一样。今天回到村里，很久没搞这种鱼了。蓝刀鱼，红眼睛跟蓝刀，我们就弄这条蓝刀鱼。这么多鱼里面就得这一条，估计都有半年没吃蓝刀鱼了。今天我们就弄这一条，这种鱼现在很少了，我们就放血。这么大一条，就算你去买，很难买得到了。海参嘛。OK。哇，这个要是 OK， 鸡肉西比，一个人一条鱼，所有备料都在这里了，加上我们的灵魂酱菜跟洋葱，够了。这么大的蓝头，我们还是把它起肉。我们再来点洋葱，洋葱当碗，忘记拿碗出来了。这个花生油，酱油，哇，挂起，买点灵魂酱菜。哇，灵魂酱菜忘记拿这个了。哇，灵魂酱菜，一生小鸡酥炸肉，这叫原汁原味，正宗了。哇，来点灵魂酱菜。好吃。爽。没有碗，洋葱带碗，一直吃。也是爽的。太爽了。哇，舒服。再来一个。小不了灵魂酱菜。来点真年老头菜。香。舒服，原汁原味，太爽了。炸肉叶，一条鱼，一个午餐。哇，像吃粉一样。嚼着舒服。
一个午餐就这么简单。这么大就洋葱味有点浓，不过好吃，鲜甜鲜甜的，停不下来，继续。一条蓝刀，一个午餐，没有柴火的生活，还不够，酱菜这样吃饱了。